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台湾俗言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言是狮牛望月。狮牛的角生伫鼻仔顶悬，影响目睭所看的物件袂完全。伊的意思是，狮牛逐个月看到的月亮拢是同款的。长久的等待要是毋死心，可比咱若对一件代志有期待，毋过这项期待却离咱愈来愈远。可比讲，是大人甲囡仔答应讲放假时要带因去佚佗，答辩若放假是大人倒有工课爱无闲，一天等过一天，囡仔较安怎等，就是等无人带因去佚佗。咱就会用你形容囡仔的心情，亲像狮牛望月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